浅显大学咧嚟做比不起这个标准来讨论这样的我今日咧跟大家讲多一点来嘅大家社会研究，那么大家讲社会咧来共需，那么再来修的来讲咧，还是讲是非常这个可贵，还是讲是非常的难理解。人讲当然是这个新物件不管是这个状况样，所以讲咧每个人真正到了这个修炼咧，讲起来使讲是非常的这个难理解。所以讲咧，伊修到自古至今嘛，还使讲是一个真正殊胜，再来讲真正可贵的一件这个代志。若过去的先贤先辈咧，拢总是过去的这个修行人去成就的。那当然咧，伊在世的时阵，伊会当来体会了这个人生的这个真谛，那么来克服了这个真理啊。所以讲咧，伊才刚出体修行咧，去修炼。那到我们课外的时阵，那会当真正来登本方法，得到了咱自身的这个国家，这是不计反论的点。所以讲咧，咱现在咧，互咱尊敬较了解的这个主体神性，就是过去的修行人。那么讲仙佛本是万民众，基马凡心不变的，那么信的仙佛会当得到伊是讲起来，拢总是伊在世的时阵，有了真理的体悟，加上伊讲书，那么伊的主题是归为修道的这个生命，归为修道的这个生命，伊来促成了伊成就等去的这个因缘，所以讲咧，只要咱有这个心在修道，那么咱伊来变咧，会当进入了这个道中，来体会了这个真理，那么来这个修炼来打造出咧，其实这也是咱未来咧要成就的这个不二法。那当然，今日咱人讲出咧，会使讲是非常这个慈悲，来甲咱开示，对有了这个修道的当中，要安怎来做好了这个规划，做好规划，因为有了这个规划，较袂亲像讲真乱咱唔知咱啥物好做，啥物袂做。那修的当中，无了解这个阶梯，这个阶梯，这个阶梯也是咱的成就倒转到西方的阶梯。所以讲咧，咱今仔日这个老师，今仔咱咧唱一首歌咧，就是万道早天啊，万道早天。那么咱万道早天是要归倒去啥物所在？嘛是要归倒到西方，要归倒到西方。那么咧，伫这个西方，伫这个西方来讲咧，大家拢知影有一个西方净土，西方净土。这个西方净土咧，就是咱明性，的这个方法咧，也就是咱自性所居住的所在，居住的所在。所以讲咧，咱平常时，拢想讲咧咱西方，那么咧，这首歌咧，万道早天啦，要如何归倒到了这个西方净土？其实这爱解推啊。这样的阶梯，无了这个阶梯，绝对无可能倒转到了西方净土。毋是咱目睭起的时阵，请导师，请这个师傅来念经，会当倒转到西方的这个代志。所以讲咧，咱爱有这种的观念，就是讲咱今日西方是说，西方在咱的心中。伫咱的心，西方毋是咱的真理，那么咧，这西方只要咱有这个心，
先段开头，那么呢，甲过时，这种东西倒转到西方伊的概念，西方的这个概念，咱一个一骹一步一骹用的来行这个路，那么就是等于西方的这个概念。所以讲，咱老师为什么来讲，咱爱三不一啊？三不一，袂使离开运动，离开公司离开这个食，甲离开了这个营事，因为离开较大公司运动，咱来离倒想，离开这个食，离开营事，离开了运动的话，人倒转去西方，就无疑啊，因为咱无照这个概念去咧。而且讲倒转一笑，无搁前程，咱要亲近了解这个运动，有可能咱就未了解这个外在，的这个五颜六色的，甲咱弥漫，弥漫，之我咱亲近了解这个啥运动，真正亲近了解这个工序，所以讲咧，咱要等于西方是有困难的，是有困难。所以讲，其实咱伫修道来讲，来较难好，道人嘛好，救人嘛好，当然这个，这个也是做一个道人这种就是咱咧成就的概念，绝对毋是遐尔简单。就是讲咱目睭摕伊的时阵，请师傅，请高僧来甲咱念经或者等时，这无可能的代志。咱一定要肯定一点。所以讲咧，为什么咱求了道了后，开了真济这个法会，其实这个法会要开启咱的智慧，互咱更加来认识真实的真谛，来了解五教因缘、五教性命，伊在因缘上内底的义理，这个义理啊，因为咱这个义理咱无了解。咱无法度行这个代志，虽然世俗的条件，那么个人死，请道士来跟西方，请师傅来念经，拢只有是会当了解到阿弥义，因为咱不了解研究的意义，那么咱研究的这个意义呢，也就是开开，就是要倒转到了解这个，倒转到西方的。这个模糊的点，所以讲咧，咱大家来念经，念经真好，念经真念经
因为这就是咱要规转这条路，咱所下讲信心精进，这公司嘛有精进无？大家总是我的名受到打帮助。如果未来每一个人的成就无共款，就是咱下讲无共款。你的心有负责，有心就有心力。咱自然而然要倒去，自然就当有办法。这是绝对，因为一分经验就一分的修炼嘛。这是肯定，这是灵数。咱今日做每一个人所做的，毋是做我啥物人，是做我咱家己。所以讲咧，安尼真正咱倒转归位，就是咱一定按道理。但是倒是无形无相，伊是一个体，伊是一个用。伊是一个用。所以道无关系，咱讲咱求个道，毋过咱无看，毋过咧，咱会当用的这个德来家己，来家己出现了解啥咧，这个道的尊贵。所以讲咧，这个德过去，的这个皇帝，如果伊若是有德，就是明君，就是明君。那个无德无道的，就是昏君。因为了解伊心中无了解这个道理，所以讲咧，为什么爱查？因为个人的体会无共款。当然，昏君伊是着重在外在的外在的一切；明君是着重在内在的德性。内在的德性。所以讲，这个人伊较无德，伊是咱会知。就是讲，这个人道较无道，就是看伊做事，就知影这个人道较无道啦。所以讲，道有看见，道有看见。这个人做做这个人真明理，就是讲这个人德行的。如果这个人做无理，这个人就是一个啥咧？伊就是无德行，会流露。那么这种是啥咧？我上之德，言以类比心嘛。那么其实，咱要倒转去的时阵，一定要ful足了解德性的关怀。所以讲咧，咱伫修道爱会相修，就是内德甲外甲这个外学，咱爱平衡啊。你讲我做外学就好啦，我个人救人好啦，请来救人就好啦，我来救别人就好啦，会当达到我啦，会当达到。那么对内德来讲起来，就是讲我内德培养好势就好啦，无人他妈做有德，安尼敢咧做有德性的，高高在上，毋过你无看会当，嘛是不简单。执着外在，执着内的是不简单，因为咱讲执着，执着就是有嘛。毋过咱要讲，咱是为无中生妙有，无中生妙有，但是咱是咧为有中还原的道理，还原的这个道理啊！咱大家想，看这个物件，拢总是无中生有，拢总是道的化身。所以讲一本善万事，万事要按照义道，要按照你有中来还，这就是咱的效果。所以讲义道就当中咧，咱。
什么？伊伫马中会甲你做背啊，伊伫迄个历练出来。啊，用的时阵，用的时阵嘛会习惯，无用的时阵嘛会习惯，这就是你从中无形之中去历练出来的耐力跟能力。没有耐力跟能力，你就是要在忙中去历练你自己。啊，有无可能成就有无成就？所以讲呢，这个道府呢是一种真正舒适的工作。那么为了咱的生活，为了啥呢？为了咱个人的生死，其实咱一定要迈开大步啊！真正会当把了咱受到的影响。过去的咱已经无把握着，你未来咱才把握着。确实是讲，我想我差不多外国的时阵我会赚着多钱，我会名利双收，敢有可能？无可能啊！敢有可能？我保证，然后我会做可以啊！敢有可能？无可能啊！因为我在我不知道，未来也会到啊，有会来啊，我不知。过去的已经我都做过了，未来的才较不一定。安尼咧，什么时阵上当下当下，你会当去做，你会当做不出来，你就对了。因为人生无常嘛。其实有影，咱到底条遮济，其实大家唔知。把握当下。你今日通做偌济，你若做下就是你的。最美会成为参考的，这是你的目的。啊，这个按你我当时才来做的，歹势明仔载明仔载代志，因为这我当然就这样啦。我说温度啊，上面咧做哪咧做好啦？明仔载才来做。明仔载咧做的是歹势明仔载明仔载代志，这代志你提，那我们是其中条件，啊无可能的代志。所以讲咧，要高压上课，要高压上课。那么呢，我呢对这首歌呢来念一下每日思念你一人，每日受伤气。但是不知何时上课，引起老师心伤悲。看电视已经是无早，为何你不知？怎样你一气全然无实？放山老师孤单一个，若是我们回流要出来的是，加在阮心内的悲哀。师徒要离开迄一日，也是回流要出来的事。为师只有万道理，唔通目标顾向。但我每日悲伤流目屎，希望你早倒转来。这是咱这个老师那么伊演谈的时阵呢，那么伊把这个部分，甲咱一种的再度的提醒。亲像咱尾仔即个这个先主班教，那么这个新的规条的时阵当然这个咱理念会属于单位的，一个讲金额可能差不多真高贵啦。其实参加第一摆的这个先主班，对于内在的感受也是良多，也是良多。所以讲，每个人会感觉咱修炼看到的。其实是在讲起来是一种福报，真正是一种福报。咱今日看到这个才是福报啊！为买来袂当来，为什么袂当来？因为伊咱有足济的面，我要记住。我哋身体面拄啊，我哋做什么代志啊？伊就无法度来。所以讲，咱今日会当来就是事实是安尼。所以讲呢，来了解咱老师伊对咱这种一个看法。为什么咱老师来多数拢用好的等面？因为伊看到咱大家伫这个100个当中呢，拢也有好多人真正提出了较济时间，真正去打帮助去修学道，去修办道。所以讲呢，伫
伊要做的当然是较遥远。所以讲咧，因每一次来演播的时阵，总是拢有好的问题，因为师多积简嘛，一己之师，即个啥咧，一个师也是咱演员的情况。所以讲咧，咱来了解师伊对咱即种的一个判断。所以讲，每日需要伊一人，每日受伤，伊嘛就希望在每一天咧，要咱来相见。但是咧，每一天会当相见，毋知何时才会当相见。只有是照着咱这